一般咧算命嘅方式咧有3種，包括喺子平命理啦、紫微斗數同埋鐵板神數啊。咁好多朋友會問嘅，究竟算命係咪注定咧咁？咁我可以好肯定咁樣同大家講，唔係。原因點解咧？其實我哋不如試睇下咧，貼卜紙點樣理解算命呢樣嘢啊？其中喺貼卜紙嘅條文裏面有一句佢咁樣寫。佢話夫妻嬰孩老，數住半路各分離。咁呢個好清晰咯喎，講俾我哋聽咧。其實咧，原先夫妻之間可以白頭到老，但係到最後咧，佢始終分離咗。咦？你睇呢句説話好似係注定咗啦。但係同一時間咧，佢有啲條文又會咁樣寫喎：婚兒遲遲那堪配，若早配時定克傷。意思話其實個命格適宜遲婚。如果太早結婚嘅時候咧，就都會有個刑克或者分離嘅現象。咁係從呢兩句嘅條文裏面咧，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喺個婚姻、喺個人生或者各樣嘅事情上面咧，其實咧某程度上可以改變得到嘅。咁就如我哋題目所講，天意一半，人為一半。希望大家咧好好去珍惜自己嘅未來。